四不像，今天吃什么呀？今天我们去瓦猫家蹭饭。去瓦猫家？怎么去啊？别担心，我持巨资做的豪华专车马上就到，顶级2驱，高档卧铺，生物动能，这不还是原来那辆牛车吗？还有多久到瓦猫家呀？不远啦，就在这座山的后面，山的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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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来到同乐大村，这是我们家。晕死我了！好多瓦猫，这都是我家亲戚。这是3爷爷、4外甥、2叔子、6婶子、大表弟、小堂妹、太奶奶。这长得不都一样吗？我们去准备大餐，你们帮我们一个小忙吧。大餐？小忙？哇，可爱吧？这是我最小的弟弟，你们帮忙照顾一下。我们去做饭喽。哇，好可爱啊！可恶的泥巴猫，我要吃了你！皮皮，你都多大个兽了，还跟小孩一般见识。哎呀，瞧瞧你们俩这出息！啊，我的披风很贵的！别跑！把它堵住！往哪儿跑？它咬我！这下看你往哪儿跑！不好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每个孩子都会的海之音？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呀？是水开了吧？终于安静了。什么声音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今天就吃皮皮了！四不像，你快管管皮皮呀！皮皮也还是个孩子嘛。还以为回不来了。熊孩子太可怕，咱以后还是别去为妙。有兽小剧场。以下哪一个不是瓦猫呢？哎，看来不用选了，明显就它不是吗？瓦猫，云南民间有在自家屋顶或门头正中摆放瓦猫的风俗。瓦猫名为猫，却源于虎崇拜，因遇虎为猫，猫虎同源的思想，将其做成了蹲在屋脊的家猫形象。瓦猫多是大嘴獠牙，身体中空，这是包含了驱邪避祸、求财纳福、扶正风水的寓意。这可真是不会掉毛的好猫啊！